呀呀哎，该怎么办呢？你是？我是月神仙子撒撒，食衣住行，方方面面都要上上锵锵才行。聪明生活术，小资省钱法。月省食之术，上上岸也能吃好食。第一周回家蹭，在外面吃不好，好可怜。哎呦，瘦成这样，我煮到鬼种奶奶，尽管吃，这些吃的你也都带回去啦。计划通。第二招，自主流电锅食物最省钱，还可以算到紧紧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25根。第三招，便利商店省钱术，免费的汤头不可放过。请问这一半可以寄包吗？住手！按某面某屁。第四招，重要节日记得去朋友家打招呼。嗨，我刚好路过来打招呼。哎，我们刚好在吃圣诞大餐，你也一起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有省一餐计划通，月省衣之术，要上上锵锵就要蹭衣服穿。第一招，人发闺蜜衣服交换术，可以交换衣服穿的闺蜜等于第二座衣柜呀。第二招，人发旧衣改造术，旧衣大改造，省钱又环保。我的裤子到哪去了？但最厉害的招数其实是阿婆的衣柜，跟上复古时尚的流行周期，旧衣重穿又省又潮。月省住之术。张家 DM 都要细细检查。第一招，优惠券吸新打法。第二招，善用信用卡 ，QQ 喵喵才能达到最大效益。月省行之术。第一招，搭便车。我没戴第二顶安全帽，抱歉呢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有带嘛。第二招，计算交通工具免费的路程。好险，差点就要开始计费了，接下来还要再等15分钟哎。第三招，多走路身体好。只要可以用双脚到达，多远我都愿意。太好了，我省了15块手续费啊！只要照这些方法做，月中不再吃土，月底也能买物哦。哇，这些技巧太棒了，谢谢你，渣渣。啊，刚好300元呢，耶嘿 ，lucky！ 走路回家要小心哦 ，baby。吃土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股无以名状的空虚，难道是我太认真了吗？